今仔日因为物件较济，公司的事头较济，有较无闲淡薄。毋过咧，就是讲，心态上心情啦，爱去调适，都毋免讲足气的，啊无就是做怨叹的。其实拢毋免。我着想讲，平常时嘛，做有家己的时间，就是赶的时阵啊，啊无就是无拄好，使用的方式是无法度解决问题，着好好去做，去想办法安尼。嘛做一段路，这嘛一直伫听台语，嘛听着即寡袂歹听的，拢有豆豆找，拢找出来。Clubhouse 嘛是有人讲对学台语嘛是有这热情，推广台语嘛有足有心的人，就开房间，就去参与一下。就是台语房的话，讲华语的比例较济。拄仔好就若拄着查甫的，查甫的可能若较无特别的意思，是就做定定会开始讲华语啊。这就是咱长期以来啊，对讲台语的印象，就是查甫人讲的话，就造成讲查甫的若讲开喙，就坚持讲台语，实在是足难得的。即摆我就有发现讲，若伫赶时头啊，会想讲，哪会遮无顺？有时阵是有一个机卡，无去掌握，掌握，所以讲，一直用袂好势，时间佫拖足长，就偷偷去找别种方式，拢会当解决。嘛袂讲，即个时阵就发现讲家己的手指头啊，迄足痒的佫来啊，佫压起来啊。就是讲，这就会当讲，这赛斯讲的讲，其实咱身体上诚济无拄好啊，无好势所在，是咱的心所引起的。就是爱调整即个心上重要。今仔因为我最近拢听广播电台嘛，广播电台主持人是讲华语较少，拢较老辈。讲政治的嘛，较袂讲华语。若讲伤济华语，我可能就较无去听。因为我嘛想要知影讲有一寡华语应该是安怎用台语来讲。毋过若这主持人为着方便啊，毋知影要安怎讲，就开始转华语，安尼我就无学着。我就固定找几个安尼讲啊听。虽然讲记忆无像阮翁的记忆实在是诚好，我记忆无遐好。毋过就是靠时间去磨练，就亲像做石头啊，无像阮隔壁同事，伊可能会去想迄原理，伊就做工课上做甲较水气，大家嘛做较介意找阮即个同事来合作。业务啊，想讲找阮同事伊较贤。毋过安尼嘛不要紧，以早我会足气，因为进前的家己是无啥物人生的目标，就想讲，若伫工课上佫无比别人表现佫较好，安尼是要创啥好咧？
即马咧，就是开始有家己想要好好做、好好学习的物件，像讲练习听台语，练习说台语，练习像去上家教课，找家教台语家教的时阵，虽然讲这价数无低啦，就是爱开一笔钱，互我的存款是有较少，愈欠愈少。毋过咧，就是讲，第讲台语方面是有进步，像讲翻译，我就想讲，我就应该会晓讲。想袂到讲，其实我的发音是无标准的，顶顶会拄着即款代志，就是家己讲出喙，这老师会甲我纠正。毋过若伫外口的话，若听广播电台咧白讲话嘛，除非是口音入去。伫 Clubhouse 就是有人较客气啊，袂甲你掠包。若读册会嘛，有诶读册会袂歹，你若有去举手讲你要来念，念无好势，像赖老师就会甲我纠正，安尼互我知影讲，正确念法是啥，真好真好，就是找机会好好学习。就豆豆仔进步，毋免着急。这毋是比赛，进前啊，我就是以早社会迄种意识，有甲我洗脑去，就做啥物代志，拢想要做甲比别人搁较有天分，比别人开搁较少时间。毋过即马咧，就是讲，其实方法有诚济。像我就有开钱开落去，有可能去买册，虽然讲册拢还袂开始看，去上课的效果较好，因为是强迫我写作业，强迫我讲固定的时间，去开始练吧台语安尼。平常时就是听家己感觉趣味的一寡广播电台 Podcast 安尼，就是方法是家己找。虽然讲无比别人搁较贤，毋过袂要紧，就是讲这本来就毋是比赛，就是这。我认为学台语这种物件嘛，是甲个性有关系。有一个台语推萨课仔内底，有一个做认真、做努力的一个网友，伊就是会去考足侪证照，伊就可能去参加比赛，伊这表现嘛真好。有人是讲伫生活中拢用台语来讲话，大家的方式无共款。像我就找适合我的方式，我会想讲有趣味伫内底，新鲜，莫讲用甲真痛苦。像讲有人会分享一寡知识，我就较无爱看，讲这看起来就足无想要看。就是选家己喜意的方式，安尼较会长久。嘛毋免讲去拼，若讲想要甲人拼的话，就是会若比袂过别人，心情就无好，有可能就会放弃。想的就是像小说，这家教老师有甲我纠正，讲我小说可能讲甲无好势，我搁去听录音档案，看讲是倒位讲甲重大去。就是小说的话咧，就是迄个时阵第一
打我诶文章诶时阵，有一种会比较诶心情。而且迄个写小说壳仔内底，其实拢安尼呢，拢足想要受着别人诶注意，想要互动，毋过定定拢是失望诶。举一个例，有一个伊就写一个面册诶心情，讲伊看着讲足侪通知，伊足欢喜诶，一看，结果拢是别网友去回去去去去应别人对别人的互动毋知为虾米即马面册甲伊通知拢无真正讲对伊的老话去对伊的文章去留话做一寡表情的号拢无安尼就看会出来讲，甲我进前共款，足想要讲有人看我的物件，甲我互动，毋过真正就较无简单啦。若讲写政治的物件，迄可能较大众的口味，也无就是讲啥物人的歹话，这可能会甲你应话的人会搁较济。这就是一个现象。毋过进前伫小说的壳仔内底，就会较寂寞。每一个人拢希望讲会当刺激别人，声别人来留话来看家己的作品。毋过，就是爱看别人作品的人少，希望大家回应的期待别人回应的足济，变讲就是无平均。安怎等就等无。即摆我就是去学我的心情，心情就是随缘，白讲这人会有甲我注重这个朋友这个同事像，因为我即届物件做一堆，开始重要找的时阵，要试看觅的时阵要 Q&A 的时阵就会讲无法度拢做条文去处理。若有业务仔就来讲，你这怎会怪安怎我就知影伊的心情，因为迄个时阵我嘛凊彩做，就是付迄个时间就好就足赶的。我就会去调整我的心情，就袂讲这人对我印象无好，要安怎，我足想要伫咧逐个心目中拢是诚好的工程师的印象。若讲即个业务去甲伊的同事交流，讲着我拢是比细战金头拢是毋是大头母，是细战金头，安尼要安怎？就进前是诚烦恼，即马就知影讲心内有两种声音，一个是讲会使人误会，讲我无才调，安尼工课拢赶袂出，安怎赶袂好势。毋过，阁有另外一个声音，讲这一切都是我家己的投射，我家己的心情伫遐作怪。毋过嘛，毋是讲无好，这就是长久以来对这世界有一种无安全的感觉。毋过即摆我就看较快，虽然讲无讲走去种远的所在出国换头路如何去接受诚济人无安尼。毋过咧，就是家己的想法豆豆透开，就袂讲敢若有一种想法会较
多元。就亲像讲，最近看一个社会新闻，有一个印尼的查某囡仔，就是伫12年前捡一个生份人台湾人查甫的讲要送伊转去厝伊工课上的所在，照顾阿嬷的厝，结果就甲伊绑走控制伊的行动。这12年来，伊变讲无法度相信讲，家己若走出去，别人是会做友善，会甲伊斗相共，伊会惊吓。过来就是，伊就变讲足惊伊的性命有危险，就一直忍12年。尾仔等即个甲伊控制行动，甲伊侵害的即个人死去以后，伊颠倒毋知影要安怎，因为伊已经失去家己的能力，伊的世界就是迄个查甫的，就无伊就惯死讲靠即个人来过生活。外口的世界对伊来讲是足无安全的，拄好有厝头家来收厝税，伊无所在好住，只好讲去找共乡的印尼人。伊若讲即摆阁无相信别人嘛，无法度因为着无所在好住，逐个拢要甲伊赶，伊着去找办事处甲伊即段12年足恐怖的经验讲出来。这就是一个虽然使人惊吓，毋过嘛会想讲，咱家己的生活是毋是嘛定定认为讲，这会限制家己的思想，讲这无可能啦！我即摆着敢若会当倚靠即间公司，倚靠即个势头我即摆敢若会当创啥，有货咱要做啥嘛无迄个气力。是毋是？咱家己嘛无人控制咱的行动，毋过咱嘛共款，咱的思想渐渐去失智。就亲像即个今仔的女主角共款，伊愈来愈无相信讲家己一个人嘛会当讨趁。对伊来讲，就无接受外口的世界。虽然有电视好看，毋过伊可能嘛是足惊吓的，逐工拢是用做保守的方式去生存。足惊讲失去性命，无就是失去即摆的生活会愈来愈歹。就亲像讲，若有人伊的生活伊无满意若讲势头也是家庭，毋过伊拢毋愿走，伊惊讲即摆我遐拍拼，遐乖遐听话拢过甲遐痛苦。我若放弃这一切，去找专心的一个未知的未来，会搁较惨无？这就是无相信家己的力量，无相信家己的力量的一个表示。就是即摆看代志的角度有较济无共款啦。就袂讲换惊吓咧，讲这治安无好啦，这哪有遐恶道的人啦？其实就亲像咱看小说、看故事共款若每一个故事拢大好人，拢无即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种
互人想袂晓，毋过真正有发生。咱故事拢是理所当然，无啥物探讨。其实咱就会想讲，这故事够无聊诶。所以我认为咱伫地球会看到诚济诚恐怖，有时阵是嘛趣味诶一寡故事，像讲今仔有听着讲，蒋介石其实伫1950年，就是迄几冬，就去甲台湾海峡当做家己诶，变讲若有啥物有人开船啊，各个无共款诶国家诶船，伊拢甲伊撒起来，做这夭寿过诶代志。这时阵就想讲，原来是有这遐无共款诶代志，而且佫有讲中国因为有一个叫彭帅，彭帅就是因为伊去讲伊甲一个中国一个官员嘛诚大咖诶官员有一段感情，而且一开始可能嘛是讲是无情愿诶，毋过就是甲这印尼诶查某囡仔共款，就变讲，若讲去否定这一切，其实伤害诶是家己诶，即比家己诶感觉足孤单，就是会变讲不知不觉中，甲这加害人当作一个诶，这就是这现象实在是做定定看着，就亲像讲，国民党伊早是讲要反共诶，即马咧听着中国有欢喜无欢喜，就开始逼出。即种意识其实足奇妙，毋免去讲对不对，就是讲会当加看讲，其实背后拢有较幼弱诶一种心态，就甲一切当作赛事啊，啊无就是心理分析，就上好莫有迄种这人就是对甲错去用这对错去看代志，安尼有立场就是无法度互家己诶心透互开，就想讲哪有人会去罢免陈佩慧，足气诶，安尼其实嘛无啥物，无啥物好处。若是会当用分析诶方式，去豆豆分析，其实无对甲不对，就尽量是用即种方式去看待任何代志，安尼较袂定定讲足气诶，哪有即种人，就是甲我白合，就安尼就敢若一种想法尔，一种讲法。我用分析诶方式去看任何代志，原因就是讲，我相信讲，咱拄着诶代志，拢是为着要教学，要教咱啥物代志，毋是讲，这代志足无顺眼诶，看甲足气诶，若安尼，就亲像讲。伫国下诶幼囡仔，老师其实是想要搬戏叫大家搬戏，其实是希望讲每一个幼囡仔、囡仔兄、囡仔姊会当伫即个戏剧内底对啥物对是印象足深诶。毋过幼囡仔就会想讲，为虾米这人？演好人，我着爱演歹人，足气诶，
若讲心中有二元的分别心，阁有讲对错啊、好歹迄种分别心，阁有讲为虾物即个人伊是倒位比我搁较厉害即种比较的心来讲，就讲你着毋知影讲老师伊的用心，伊想要互咱学着啥物物件。咱即马第一地球嘛是安尼，虽然讲定定有诚济现象，也嘛有诚济人讲啥物话。我着最近有找着一个讲啥物乌白布欢喜乌白布，虽然一礼拜较一摆，毋过嘛有淡薄仔欢喜，毋过嘛无诚济。上重要是讲找着啦，第一面册都有迄影片囥伫遐，变讲较简单，袂讲安怎找拢找袂着。伊就会讲虽然伊嘛是较我台派的，就是安尼听较合啦。我若去听石小康，阁有陈文茜，我可能会听甲诚袂合，莫去啦。伊就会讲郭文德，阁有民众党，讲伊内底成员就是较严明，所以讲即个教主啊，郭文德，郭文特，可能嘛是讲话就是合伊支持者的口味安尼。就是去做分析，去分析讲，安尼其实足有意义的，就是莫讲这个人啊，就是安怎啦，包容啦，安怎学心肝，去用较有路的角度也去分析。无绝对的好甲歹，所以讲听分析是诚好的代志。家己其实嘛会当讲练习讲分析一寡代志，都袂想讲这个人啊，怎会对我无好？亲像讲，伫咧公司内底业务的同事。伊当然就是较依赖我隔壁即个同事，伊做代志就较认真，嘛较有进度嘛较好，嘛无像我重担遐济。毋过我嘛毋通失志，就是讲我有学我想要学的物件，逐工有感觉讲，毋是白爬过。以早就想讲。除了第一势头上表现诚好，互人做肯定，做肯，这毋知要安怎讲，进前有学，做肯定以外，就想讲，就想袂，就若讲无使人。无互人感觉讲我做够工课，做有才调的话，我就认为我就退步啊，我就无啥物价值，有即种感觉，因为迄个时阵无家己真正想要做的代志，敢若写小说，毋过嘛是想讲无写偌好，无做受着大家重视。即摆的话，即摆就是讲，豆豆仔知影讲，就是家己去找啊。我若今仔开始学台语，就会愈学知影讲，毋当干若讲讲台语，讲甲互人袂想讲你这是华语人，会讲台语是少年辈。就是豆豆学，豆豆进步，豆豆知影讲，第一即个有
着咱家己心内的迄个神，迄个老师是想要互咱学啥物，就是安尼。